来不来了？过2招。行啊。你的一招一式怎么跟我二师兄萧慕尘的剑术套路这么像啊？怎么样？这可是我二师兄教我的。我之前在太乙山的时候不爱练功，但是只有跟二师兄练剑的时候特别有意思。还来不来了？哎，没事没事，你不用管我的，我只是随便看看。谢谢你啊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你跟那个日轩是……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？没关系没关系，我不问了，你不用说。他叫阿如。你看，我在这儿待了这么久，也不知道这是哪儿。我这么久没回家，我爹娘和哥哥们肯定都急死了。多亏了你的照顾，我的伤也好了，所以我必须得回家了。哎，你不用送我的，我可以自己走，你只要告诉我怎么走就行。你在青楼救我于危急之中，我苏冉冉铭记于心。可是，我也不能一直待在这儿啊。要不咱俩来猜拳吧？我要是赢了的话，你就让我走。这样吧，你嫌猜拳幼稚，那我们2个就来比剑，怎么样？哎呦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你没事吧？不是，你别害怕，我刚刚不是真的想刺他，我只是想吓唬吓唬他的。你没受伤吧？不是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
谢谢你救了我。不要怕。右护法，你应该比谁都清楚，我月灵宫的御师术岂是儿戏？刚才发生了什么？不要出去，不要看。右护法，你总算出来了。阿如，你怎么了？你受伤了？阿如，阿如，你听得到我说话吗？阿如，快住手！阿如，日轩，阿如应该是被操纵了，你不要伤害她。为什么呀？他已经死了。是你杀死的！别碰我！